OK，so 屬馬朋友2026年會俾你想要嘅嘢，同時亦會照出你一直想避開嘅真相。OK，總體嚟講咧，2026年係你自己嘅年份，係咪？火馬年，所謂火上加火，代表光、熱、曝光、動力，但係同時間有壓力。喺2026年會放大一切，你嘅嘢會更加好。但係你未搞掂嘅嘢都會好快咁出現，呢啲就唔係一個壞事嚟嘅，可以咁講啦。呢一年2026年就好似一面鏡咁樣，反映你投射出嚟嘅能量，宇宙就會即時間回應咩嘅結果。所以喺2026年唔可以叫做運氣年，反而我叫做反鬼叫做咩啊？反鬼年 ，OK， 回反鬼年 ，OK，咁你想點？你就見到點樣嘅結果。如果你識得點樣駕馭能量嘅話咧，喺2026年為你10年入面最關鍵一個轉捩點，從追尋變成引導。好啦，喺嘅影片裏邊，我哋分八個範疇，我哋講一講屬馬嘅朋友喺2026年會有啲咩嘅經歷啊。OK，就第一個方面就叫自我填本 SWOT analysis。火馬年嘅能量會勁到爆炸。你會覺得充滿衝勁同靈感，但係實在火太旺盛，唔受控制就會變咗亂。所以問題就係話，當世界開始跟住你節奏走嘅時間，你可唔可以保持呢個腳踏實地？嗱，屬馬嘅朋友，你嘅優點係你勇敢、有魅力、有領導氣勢，但係弱點方面就係過於急。情緒起伏大，同埋容易會攰。咁機會嚟講咧，就係話會有曝光率啦，有機會升職啦，有擴張你嘅生意啦，有創業嘅機會。但係同時間個威脅就係話可能會承諾太多，過度自信而身心失衡。咁樣3個建議俾翻你哋啊，屬馬朋友。第一就話集中一個重點目標，多啲分神，唔係少啲分神應該係咁講。第二就係話用日常嘅習慣去穩定火氣。例如話運動啊，同埋靜心。第3就係將休息當成一個任務，咁認真去執行。咁問題就係話控制唔一定要停嘅，而係有意識咁行，明唔明？好啦，我哋講下第2方面咧，感情同人際關係，從反應變成反思。喺2026年屬馬朋友係好似一面放大鏡咁樣，所有嘅情緒反應都係會即刻有回音，愛會更加濃，火氣會更加快。問題就係話你依家嘅反應係出自真心定係出於個習慣呢？咁3個行動建議俾翻你哋啊，屬馬嘅朋友。第一就係情緒高漲嘅時間唔好急於回覆。第二就係用陪伴代替嘅表現。第3就係少啲去爭贏輸，多啲保持平靜。諗一諗，如果冷靜變成你新嘅語言，你會吸引到啲咩人嚟呢？好啦，喺健康方面，屬馬嘅朋友火太過旺盛，心火自然強，瞓唔好啦，壓力高啦，思緒太多。喺2026年要養心啊 ，OK 朋友。就唔係要拼命嗱，依家你嘅能量係由呢個靈感推動啦，或者壓力逼出嚟嘅咧。OK， 所以3個建議俾翻大家，屬馬朋友。第一，睡眠一定有規律，唔好再捱眼瞓 OK。第二就話飲食需要定時，身體節奏穩定，咁心先至好穩定。第3就係用水嘅元素去降火，譬如話游水啦，譬如話冥想啦 ，meditate。或者係一個呼吸嘅練習。嗱，如果寧靜可以變成你嘅新燃料嘅話，你可以咁估到，可唔可以估到話你嘅力量會唔會可以更加持久呢？好啦，喺家庭方面，我哋叫做家庭係你嘅冷靜中心，意思即係話喺2026年情緒會放大，家庭將會成為你嘅降溫點。喺你喺屋企嘅火焰呢，亦都可能會變成一個光。問題就話你想俾身邊嘅人感受到啲乜嘢嘅溫度呢？咁3個建議俾翻俾大家，尤其屬馬朋友。第一，多啲陪伴你嘅家人，少啲同佢哋講道理。OK。第二，用笑去代替呢個批評。第3就係保持溫柔，就係一個最強嘅領導力。所以話，如果關心唔係再透過控制，而係透過理解，氣氛會變成點樣呢？好啦，喺財運方面。慢火煲出長財 ，OK， 所以講多次啊，慢火煲出長財。喺2026年，錢會流得快，意思即係話會賺得快，亦都會使得快，所以要穩陣，唔好去衝。問題就話你嘅財富喺建立於個穩定，定係建立於個刺激身上呢？嗱，所以3個建議俾翻大家，屬馬朋友。第一，先鞏固舊收入。
再諗下點樣擴張。第二就話避免短時間嘅投機，慢慢去賺錢係最穩陣。第三就係用人氣同影響力去吸引人家做呢個長期合作。所以話如果錢嘅流量變得穩定，你仲會唔會想跑得快咧？好啦，第六方面就係事業同生意啦。OK， 今年2026年你會成為一個焦點，火馬會照亮一切，人會變人家會見到你嘅光，同時亦都見到你嘅影。所以要做嘢就係話以真誠而唔係去用火氣去領導。問題就話當人家望住你嘅時候，你想佢哋感受到你啲乜嘢呢？3個建議俾翻大家先。第一就話講説話之前要定心，諗清楚先好講。第二就話建立團隊，唔好自己打。第三就係拒絕分心，守住個大方向。所以如果深度變成你新嘅魅力，你仲需要去 hard sell 自己咩？係咪？好啦，喺外在環境就話世界會照住你，照翻俾你。因為喺2026年啊，呢個向外在嘅世界好似一面鏡咁樣，你心裏平靜，環境就會好順。但如果你焦慮嘅話，就什麼乜嘢都會卡住棘住。所以問題就話你想個世界會今年2026年回應你啲乜嘢嘅新能量呢？所以第一就係話少啲負能量嘅，睇啲負能量嘅內容，保護專注。第二就係只留喺你開心嘅圈子。第三就係話做任何嘅反應之前，先要問自己值唔值得去做。所以話如果你講嘅語氣都可以變成新嘅氣場嘅話，你究竟想呢個創造啲咩世界呢？好啦，最後方面就係自我成長 （personal development）。OK， 所謂駕馭火，唔好俾火駕馭。意思即係話呢一年係2026年係一個你醒覺嘅一年。你會發現到領導唔需要靠氣勢，但係需要清醒。當你唔再需要激勵自己，而係自然流動。你會變成點樣呢？所以3個建議俾翻大家，屬馬朋友。第一就話每個星期都問下自己，我今個禮拜帶住咩能量去生活呢？第二就係用感恩代替比較。第三，記得慶祝呢個進步，唔可以追求美。OK， 如果冷靜可以同時間專注成為你新嘅魅力，諗2026年。仲有邊個可以追得上你呢？ OK， 所以總括嚟講，2026年屬馬朋友係一面鏡啊。OK， 佢放大你嘅光同你可以亂跑，但係都可以領跑。當你識得點樣駕馭火，世界就會自然跟住你嘅節奏去行。喺2026年係你嘅係動中見靜而修煉嘅一年，每個火花都會去反射翻你嘅能量。識得選擇冷靜啊，選擇覺察，火就會變成你可以有用嘅東西。所以如果想知道2026年嘅事業啊、財富或者人生嘅節奏關鍵嘅時機嘅話咧，可以加入我哋嘅 Telegram Chat Destiny Architect， 我哋一齊將呢個覺察變成呢個節奏，將火變成流動。OK， 咁我哋下一集再見啦。